谢琼轩，你一年从来就没给问题，因为佢会讲海陆，佢会讲西烟，佢还会讲太普。应该係客家嘅親切處嘅一位演員，故說特別看佢嘅表演，就親吃年。因為啲客家天師作為青島嘅好嘅戲劇，因為啲客家天師得到嘅佢嘅行動獎，還得到亞洲嘅天師演員獎。然後就攞佢講下來講看啊，佢啲客家天師按到嘅演出。隔壁阿秋的，唔系哦，阿潮的太娘子啊，厉害啦！啊，那当家同阿潮的讲到有哦，讲好话啦，唔是笑啦。阿子说哦，我来老一种无嘿。无啦，眼耳是条憨憨的。哦，诶，那个生日的喏。老眼妹提诺背了。哦。送阿婆转移好米滴了。系啊，个老人家哦，算家己就好个啦。你阿国生啊，就亲记得叫名啊，李夏、丽霞，我觉得给个名都懂冲给引用哎，就很想要把自己弄得很美丽，然后要活得很精彩，这样要，即使到人生尾端，还是要把自己过得很亮丽这样子。对我很喜欢他那种生活态度。太姑姑买嘅有好什么？有。阿菜，来注意了。要嘛看哦。阿菜，你拿做哪啦？我还没滴哦，那做哪没我鼻滴啊？就知道一下角色懂唱客家什么的，佢都就是报喜不报忧的人呐，嘿。个受渔的苦啊，七家生唔怕，不过就今后都要拿本人看，今后都要本人，就是对生人呢要懂好，对自家的姊妹咩要懂，要懂想呢，嘿，要懂做得理解讲家个苦伫哪位。不过佢咩唔要讲哦，家弟弟唔错，佢会委记，佢还是会去到什么的鸦片。伊也做唔错咩，偷吃咩，种样要做得安样，佢就懂行侠仗义啊，种女侠。你饲后迄万年啊，那设计无？唔知啊，问。跟我介绍本来熟识无？你喜欢你是几个？唔像。唔像有梦。想到阿菜我就生了。吕思源，佢就有问讲哎，佢就有问我讲，如果叫你演那种外配或者是就是大陆新娘，你可以吗？这样，我就讲，应该没有不可以吧。你有没了？上班了，穿手费了。怎么改啦？K 又发生嘛个事情么了？哪个事情？K，你个前男朋友个有鸟咩？那你按到转。哎呦，当然就讲了，佢開連茶的啦，開飯店嘅啦，擺飯嘅啦，大家都在悶了，我還沒同你爸講嘞。我还到处去问人家那个四川话要怎么讲，后来我就录了一些片段的话，超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难。然后
我就把它自己结合，就是那我就觉得这个跟客语的一些这种也有很接近，我就把它做结合这样。家去做事咯吼，唔千杯咯吼，啊，唔杯咯，我家做事咯，哎呦，先哥啊。佢校園啊吼，佢當要做事了，我老佢搞了，我講俾糖了，佢當地了，佢落校園了，校園嘛，拜託了，先哥。跟客语，然后四川话、上海话的一种很奇怪的腔调，我自己都听不懂。给多点没？是不用加气是不是？报告，但拍起来。另外啊，哦，你来，啊爸！怎么你要被放到你我做嘛？嗯，用做咩呢？啊？要不要去多高诶？去多高？什么呢？阿田记，鸦片，鸦片。出来！啊爸！所以《少女白琴》在做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也是，我其实自己一直很想笑场。对啊，而且我还最记得拍那一场戏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整个导演要喊咔之前，就一只苍蝇还停在我脸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在那个灵骨塔，就是对，在那样子的场所拍戏，所以那人家不是说在那样子的地方拍戏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些什么苍蝇啊、蚊子什么，你不可以去打它，因为他们的可能都是有灵性的，对。所以当他停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根本都不敢去动它。客家戏曲20年，我带大家看到过去，我看到现在，我看到未来。对，我就当希望讲客家电视台做的个题材形式做的更加多样到位，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了。对，就希望还可以再有听一个20年。